冇人知道走到最後會遇見一個點樣嘅自己，但如果可以從頭嚟過，你會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你？或者你會再一次隨住心跳尋找答案？可能你會學識取捨，將時間投入真正值得嘅事。你會走出自己慣常嘅路，欣賞另一片風景。我哋都曾經以為識得為自己做最好嘅決定，亦都曾經為自己嘅選擇而後悔。但當望返轉頭，你反而想多謝你自己，因為活出美麗從來都冇任何捷徑。過去唔可以再嚟過，但肌膚嘅記憶隨時可以重新開始。